咁首先好歡迎大家會員咧出席我哋呢個兩會精神嗰個嘅分享嚇。咁我都知道咧，大家都好關心啊！我哋兩會咧就啱啱喺月初咧就舉行咗，順利咁樣舉行。咁今年呢個兩會咧，實際上係一個即係當前未有嘅呢個世界嘅大變局底下，地緣政治同埋大國博弈非常激烈底下咧要召開嘅。咁好多人都關心我哋嘅國家將來嘅發展點樣咧？點樣面對個挑戰咧？咁我哋好榮幸咧，就今日咧請到呢個人大政協嘅代表咧，都嚟到我哋呢度咧同大家分享。喺我一個禮拜多啦，喺上邊北京嗰兩個參與兩會所見所聞、所品所思同埋分享我哋嘅一個嘅即係嘅睇法我哋首先咧就係個程序咧，就係我哋會首先就請人大廣東全國人大代表黃冰芬女士咧就頭先講，咁跟住咧就到政協委員何漢傑先生咧去做分享嘅。咁我哋每個人分享咧大概45分鐘跟住先至 Q&A。咁首先讓我介紹下兩位重量級嘅嘉賓啦，主講嘉賓就黃冰芬女士咧 ，MH 係第14屆廣東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教育法大聯盟總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民建聯執行委員會嘅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長。我從呢個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開始咧，就已經喺沙田區議會咧個民選議員咧，同埋民建聯嘅中央執委會成員，到今日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冰芬人大代表咧喺10數年嚟扎根香港基層，服務社區，關心民生嘅問題，亦都關注青年發展。佢現在更專注喺環保、環境保育同埋可再生能源嘅綠色能源嘅應用，製作出一套識碳再出發教育視頻系列，推廣中港兩地有關減碳同碳中和嘅實踐，贏得咗社會嘅廣泛讚譽。佢喺2019年獲頒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社區嘅服務獎狀。24年咧就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海員政協委員PPSMH 先後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先後任職喺中學教師副校長同校長30幾年，亦都長期推行中小幼特嘅教育發展，公開呢個出言演策亦都現在咧係國史教育中心香港呢個嘅校長。教育評議會會長、風采中學校長、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會長、中華歷史文化獎勵基金會主席，同埋深圳大學姚宗義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經常就學生成長、家庭教育、教育政策、教學資源以及國史教育呢啲課題咧，喺各大報章撰文，以及各大書院校及中小學邀請為擔任講者。亦都為信報、星島日報、文匯報以及亞洲周刊嘅專欄作家，公職咧就有平治香港基金創會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因為佢長年對香港教育咧付出同埋貢獻咧，2000年就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2020年咧再頒獲銅與英星章。佢喺23年續任全國僑聯，被委任為常委，亦都喺2023年1月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咁喺呢度咧再次歡迎兩位重量級嘉賓嚟到去對我哋嘅會員作分享為咗感謝佢哋咧，我哋有啲秀才人情就請我哋嘅主席同埋會長出嚟頒發。首先就俾喺齊啲嘅啲秀才人情
出嚟啊！分開，你咗，你得我接得插好，3、2、1，3、2、1。好啊，事不宜遲啦。嗱，事不宜遲啦，咁我哋而家請阿黃冰芬啊，人大代表咧作嘅分享。呢度有人睇住，有講下咯。大會咧就俾我要計時先啊！星期時間啊，都係有中文啊，睇到，我哋會睇啊。我教咗37分鐘時間。係啦，點解我要計時咧？就係因為咧，我哋港區即係開會嘅時候咧，都有個習慣嘅。我哋36位一齊開會咧，咁就每人發言咧，平均係5分鐘，1到4分鐘咧就叮一下，5分鐘嘅時候咧叮2下，就應該話你可以即係講完㗎啦。要論下一位，因為每一次開會咧，我哋得2個鐘頭時間，咁咧就即係大家有36位咧，你諗下，大家都要講嘢嘅話咧，再爭落去咧，我記得我第一年嘅時候，本來講明7分鐘。最後咧壓縮到話，唔好意思啊，時間有限啊，黃冰芬代表咧，你將你1分鐘嘅發言，咁結果我要將7分鐘嘅稿咧，我要喺1分鐘之內讀晒咁咯。所以咧，我哋自己好警惕咧，就係要啲時間都要揸得即係好啲。咁呢個都係培訓我哋要講嘢要講得再精準啲，同埋實事求是一啲嘅。咁所以我都俾自己有個時間限制，先30幾分鐘。咁到時到嘅時候，你就可以挑我嚇。咁咧今日咧就好高興咧，我係第一次過嚟同大家即係認識啦。咁我自己咧就現時喺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做總主任。咁我自己過去咧就係做區議員出身嘅，咁就喺地區咧就唔止做咗14年，應該加埋已經做咗18年。咁所以其實年紀唔細㗎啦。咁就唔係靚妹，但係咧現時喺我哋36位嘅港區人大當中咧，咁就有2位係80後，咁我就係其中一位，即係女性方面咧係即係最後生嗰位。咁但係當然唔後生啦嚇，咁所以咧就而我哋而家即係36位嘅港區人大當中咧，其實有9位係女性，咁佔比咧係1/4，即係25%。咁呢個25咧都我覺得唔係一個巧合嘅數目，亦都係我哋覺得應該要維持，甚至我哋可以即係更加擴大嘅一個數字。咁我記得咧自己喺20大嗰份報告當中咧，我就都閱讀到咧就係即係我哋20大報告當中都希望咧提高我哋女性喺我哋所有嘅一啲崗位上嘅佔比例。當中係寫明咗係有20% 至25%呢個數字嘅，咁所以原來咧我哋嘅誕生，我哋呢個數字咧都唔係咁巧合，原來都係有安排嘅。咁當然咧，我哋都喺人民大會堂當中咧，亦都見到咧就唔少嘅一啲女性嘅身影係特別顯眼嘅，尤其是咧就係一啲少數民族。哇！即係你見到咧300婦女節嘅時候咧，突然間覺得嗰日嘅人民大會堂咧係特別係光彩奪人嘅，好多人咧好中意着啲唔同顏色嘅即係衫，尤其是少數民族。咁我哋咧就每一年咧坐喺人民大會堂當中咧，其實通常一行過，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我哋一班人咧就係坐埋一堆，唔係我哋一班人係坐一行。咁所以我隔離嗰一行咧就係北京嘅代表，我另外右手邊嗰邊咧就係全部係廣西嘅代表。咁舊年咧係寧夏，再前年咧就係甘肅嘅。咁就每一年都有啲唔同，咁但係咧就我哋就好有趣，我哋一行咁樣即係走過嚟咁。咁呢個咧就今年第一次過嚟分享呢個兩會啦。咁因為時間有限咧，我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有3個嘅問題咁樣。咁呢個 PowerPoint 咧，當然我就好詳細，可能要講下咩兩會，但我相信咧之前大家都已經知道係咩兩會，所以我會 skip 咗呢一 part。亦都知道咧，即係嗰個人大嘅職權方面咧，如果大家聽咗咁多年咧，你都明白，所以都要 skip 嘅。咁講下呢個辦事參政議政咧，係我哋主要工作。今年咧，我哋咧其實就同以前一樣，我哋主要係參加3次嘅人民大會堂嘅大會。第一次咧就當然係聽我哋李強嘅即係總理工作報告。第二次咧，我哋就會聽一個人大常委會嘅報告，以至到我哋仲有一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嘅一份報告。咁呢2份報告聽完之後咧，最後嗰次我哋去人民大會堂咧，
就係會拍板通過呢幾份嘅報告。咁呢幾份報告拍板之前咧，其實我哋有11次嘅自己私下嘅審議會議。審議會議，剛才點解我哋用審議嘅字眼咧？因為我哋人大嘅職權係要審議呢啲嘅報告。咁當中咧，其實可能有啲係補充，有啲係一啲嘅修改。咁有部分咧係一啲字眼嘅修改，有部分咧係真係可能係漏咗一啲嘢喎。例如喺做人民嘅工作入邊當中，大家有講到我哋要扶老攜幼，但係咧可能唔記得咗要助殘嘅喎。咩叫助殘？幫助啲殘疾人士。咁我哋發覺，前後對比之下咧，因為我哋可能喺忽略咗呢一個環節。咁最後嘅報告咧，俾我哋睇之前，通過之前咧，俾我睇過所有修正嘅入邊咧，都係非常之合情合理。咁譬如又好似加咗助殘，有啲咧就加咗乜嘢咧？就要保障我哋港澳同胞嘅權益。咁但係你聽落好似冇問題，我睇落都冇問題。但係咧有個做律師嘅朋友就話咧，要係保障我哋港澳同胞嘅合法權益。你唔合法，唔通我都保障你，咁又唔合理嘅喎。咁呢個係事實喎。咁所以咧，即係當呢一份嘅報告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咁仔細嘅時候咧，所以你諗下，我哋最後通過咧，咁係咪齊輯就會通過啊？咁所以大家以為咧，望住個鏡頭話我哋好容易啫，你睇下呢班橡皮圖章一撳掣咧就全部通過。其實你哋係忽略咗我哋之前開咗11次嘅審議會議，每一次呢啲嘅會議上面咧，基本上我哋每一人咧都要最少發言5分鐘。咁所以咧，我哋基本上開完大會之後咧，就攞住口沓沓嘅一份文件翻去咧，就睇文件，睇下有啲咩要審議，加減，同埋俾我哋嘅意見落去。咁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見到我哋上面嗰間房咧，其實就喺個酒店嘅其中一間會議室嚟嘅啫。咁嗰間會議室啱啱好係坐到40個人左右，咁加埋我哋有啲嘅列席人士啦。咁中聯辦嘅鄭主任咧，就經常都會喺度咧，同我哋一齊開會。咁有時候咧就會我哋喺度咧就會見下夏寶龍主任啦。咁就如果係有啲其他嘅領導咧，都會喺呢個場合咧會同我哋有啲交流。咁一邊咧，我哋就會有啲列席嘅位置。列席係啲咩人咧？有部分咧係秘書，就係幫我哋咧記錄低我哋每一日講過嘅嘢。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國家部委嘅人咧會派員坐喺度。例如當我哋去審議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嘅時候咧，法院同埋檢察院咧都會派人嚟聽下我哋嘅意見，仲要即時回饋俾我哋。咁如果我哋講緊我哋人大嘅常委會嘅工作報告回應嘅時候咧，我哋今年列席嗰個咧就係外交部嘅副部長。咁外交部副部長除咗聽我哋講完之後咧，佢會即時話俾你聽，對於港澳事務方面，我哋外交公署為香港服務咗啲乜嘢，佢就可以羅列話，其實我哋過去咁多年幫香港做咗15件事咁樣。咁佢就會有啲嘅即時回饋俾我哋。我哋通過呢啲嘅會議當中，唔單止我哋可以講到我哋想講嘅意見，亦都即時聽到北京嗰邊咧對我哋嘅意見嘅啲睇法。咁喺今日當中咧，我哋想即係話俾大家聽，就係我哋代表嘅發言當中咧150人次，因為真係場都要發言，150咪除36咯，睇下即係我哋嘅發言次數就係咁樣。咁每場咧就係平均有18個人，所以每次報名嘅時候咧，喺食飯嘅時候咧，我哋會煩住個團長度，我要報名發言。係啦，咁所以做團長咧都非常之忙。咁另外每一位代表咧，響去北京之前咧，我哋都會預備定一啲嘅建議。咁即係政協一樣都會預備，佢哋要提案，我哋要建議。咁我哋每一人咧都可以有自己嘅預備。咁加埋咧，我哋36位咧，今年總共係有229件嘅建議。呢個數字咧係比往年都要多。呢個咧可能一方面咧就加上我哋融合咗呢幾年嘅時間咧，我哋就越嚟越多嘢係發表意見啦。第二咧就係相信其實過去呢幾年嘅時間咧，大家隨住對於內地走得多咧，亦都了解更多，亦都知道我哋香港點樣可以同內地更好嘅融合。咁所以咧，無論喺民心相通啦、經濟啦、網絡啦，或者係可能係金融啊等等各個方面咧，我哋咧都根據我哋自己嘅一啲領域咧，都提供我哋嘅意見落去。咁所以咧就不知不覺咧，我哋就俾咗200幾件。而今年最特別嘅地方咧，我哋係俾咗2個嘅代表團建議。呢2個代表團建議咧，一個咧就係關於我哋香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叫做自願性嘅碳交易市場。係啦，其實我哋香港有嘅碳交易市場，只要有港交所有呢個交易嘅平台咧，我哋係已經有呢一種嘅碳交易嘅市場。但係咧冇買賣、冇供需、
咁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呢一個嘅市場可以激活佢，又可以產生到作用咧？亦都以至到咧可以配合到我哋國家喺生態環境喺未來嘅低碳經濟上面咧，可以發揮作用咧，就利用我哋香港呢個金融嘅底氣，我哋幫手去做呢件事，亦都可以幫助我哋人民幣喺呢個咁嘅平台上面去定一個屬於我哋嘅一個好嘅價錢。因為簡單啲嚟講，我哋內地而家賣緊嘅啲嘅碳匯，我當你15蚊一噸，但係可以喺歐盟佢哋賣嘅時候咧，已經係我哋嘅8至10倍，價錢係爭好遠。咁點解價錢爭咁遠？咁本身係成個體制有啲唔同，外國就全部市場化，我哋內地係一半係強制化，一半係市場化。咁去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可以做一個中間嘅一個踏腳石，更加可以將佢市場化。而市場化唔係淨係做俾內地，係做緊成個亞洲市場。歐盟有，但係亞洲市場係缺乏一個咁樣嘅機制。而香港仲有一個咩好處就係香港有個好好嘅一個商譽。即係話大家信得過香港，你會去話呢個係一個碳匯嘅話咧，我相信你香港嘅檢測嘅能力。但可以喺內地嘅話咧，可能有人就冇咁相信啦咁樣。咁所以香港係值得去做呢件事。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做一個叫做購房資金池。購房資金池咧呢、這個建議舊年已經開始醖釀啦，就幫啲咩人咧？內地而家好多高才要過嚟，雖然我哋嘅高端人才唔係淨止內地，但係事實上我哋過往係吸引咗好多內地嘅人嚟香港。而佢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佢想喺香港即係買房，想立足喺香港嘅話，佢一定要有地方住。咁但係嗰啲錢過唔到嚟，咁大筆錢過唔到嚟，等於我哋都咁大筆錢都過唔到翻去內地一樣。咁我哋可唔可以圍住呢一班嘅高才咧，俾佢一個通道？內地賣咗層樓嘅錢，或者佢內地一筆錢，可以係透過呢條渠道，可以嚟到香港，可以淨係用買樓方面嘅用途，就唔用其他。買樓因為係要最多錢，你話生活費嗰啲平時我哋都已經用到過到，但係買樓呢嚿錢咧，我哋好多人都係有呢個咁嘅需要。咁日後咧，如果佢喺香港將層樓賣咗嘅話咧，香港呢一嚿錢咧，又可以翻原有嘅通道咧，又翻去內地嘅戶口。咁呢個價錢咧，就係我哋可以喺香港可以去幫佢去推動。而呢個推動咧，我哋係36位嘅即係呢個代表咧，都同意呢一個嘅方案，我哋先至可以形成到代表團嘅建議。咁呢個咧係通常係好少嘅。咁但係今年咧就係、是、我而家參與第3年以嚟咧，係第一次有呢一個代表團嘅建議。咁説明呢件事咧喺對香港嚟講係好急切需要推動嘅事啦。咁仲提一提就係、是、下邊嗰張右下角嗰張圖咧。其實咧就係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一次咧，需要喺人民大會堂側邊有個香港廳嗰度去開呢個審議小組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其實所有嘅媒體，無論香港嚟自海外嘅或者內地嘅媒體咧，對於我哋港澳嘅同胞其實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關注。我哋會提啲乜嘢？因為大家都好想知道我哋香港係做啲乜嘢。咁同埋我哋香港即係好多團友都識講普通話、廣東話、英文，咁所以即係好多媒體都好中意採訪。咁我哋通常咧1年之間都有一次喺呢度開會咧，早上同下晝喺度開。早上咧一般我哋會有個閉門。咁就係會通常會見丁副總理，咁今年咧都係有丁薛祥副總理咧就同我哋一齊開呢個會，因為佢哋要聽我哋講，咁跟住佢會就住每一個人講嘅嘢咧，佢俾意見。咁我哋有咩好處咧？就係、是、我哋聽住佢俾我哋嘅意見，以至到我哋就會知道每一個範疇中央嘅直接嘅睇法係乜嘢。咁就唔係睇文件啦，佢會直接話俾你聽呢件事係點樣。而當中我覺得嗰日聽完佢6位嘅意見之後咧，俾我最大嘅感受就覺得過往我哋好強調我哋嘅一國之本、兩制之利，但係喺未來我哋需要更多去善用我哋嘅一國之利。咩叫一國之利？就係、是、經常我哋嘅香港同內地成日都話係你同我係有啲分別，我哋要過關有好多嘅問題噶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國之下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好多嘢都可以相通到啊！我哋好多嘢都可以相通到，我哋用一國之利嘅話咧，我哋可以搞掂河套，我哋好快可以同北部都會區，我哋可以盡快去發展一啲嘅共同或者可以流通得到嘅嘢，亦都更加係符合我哋未來話我哋要規則對接，制度上我要更加要融合多啲嘅，而且我哋香港又要對接呢個嘅國際標準嘅時候，更加可以幫助內地，所以喺標準上嘅制定，希望我哋喺呢個一國之下咧，盡快做好呢一個嘅工作，呢個亦都係符合3中全會嘅一個精神。咁所以我哋每一年都喺呢度做。咁小會咧就不才嗰日咧下晝開會嘅時候咧，咁我哋所有嘅 camera 都對住我哋喺度，每一個人發言。咁我係爭取咗下晝發言嗰個。我咧就發言嗰次之後咧，就俾一個微黃啦，
就喺 Facebook 度話我嗰日講嗰啲嘢咧，有啲講得唔啱，話我破壞咗咧即係啲勞工嘅一啲權益。咁嗰日我係講咩咧？就係其實我講咗3個意見，其中一個意見咧就係話，因為而家有好多中介嘅機構咧，其實幫助內地啲人嚟香港揾工，因為我哋香港輸入外勞，尤其是係建築行業，我哋話就係建築費用好高。咁佢輸入內勞嘅時候，但係佢太過參差，咁所以係導致到啲工人咧佢個質素係參差。咁我哋只不過話希望話喺香港，到香港咧就早啲喺內地成立一間官方嘅認證機構，然後咧就係大家喺呢個認證機構入邊咧係接受培訓同埋考試。而呢個考試最好考完之後咧，我哋內地、香港同埋大灣區，即係總之大灣區內仲有澳門，大家都互相接受嘅話，咁呢個工人咧，其實咧你就可以根據我哋香港有需要嘅話，我咪輸入呢位嘅勞工咯。咁你可以培訓100個，但係如果日後我哋有需要嘅話咧，香港話我要收10個嘅話，你咪喺呢個嘅即係呢個 pool 入邊揀人咯。咁我哋就唔使話擔心話啲中介推介俾你嗰啲人咧質素有參差啊嘛。咁但係我好衰唔衰咧，就講話可以自由流通。咁佢話咧，我直接去打爛人哋嘅飯碗。咁呢個真係天大嘅誤會。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即係大家要面對鏡頭講嘢嘅時候，有時唔怕講多一句，就算係花多1分鐘，你都要講多一句，以免令到人哋覺得，喂，我已經打爛咗香港即係好多建築行業工人嘅飯碗啊咁樣咯。咁呢個咧就我今年嘅建議啦。咁伍校長咧頭先話我今年係即係有一套嘅息碳再出發嘅節目咧，其實而家喺學校嗰度咧都希望做一個推廣。咁現時咧就每一個電視台咧，我哋基本上做緊，明珠台都播緊。咁我哋就住呢件事咧，其實今年都就住呢件事咧提出咗幾個關於低碳經濟同埋新能源嘅嘢，其中有一個嘅建議咧，都係同呢個自願性碳市場係有關係嘅。因為咧就係內地咧，其實我哋有見過一啲林業碳匯賣嘅價錢咧，實在好參差。一個參與國際性嘅交易咧，可以過百萬，但係咧如果係參與我哋自己本土嘅話咧，係得嗰幾十蚊。咁所以個參差太大，所以當時已經激發我諗我哋應該要做呢一樣嘢。所以我喺香港咧，亦都有問過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以至到我哋即係構建咗我哋呢一次嘅建議咯。另外另一個建議咧就係可持續航空燃油。喺呢一集咧，今個禮拜已經播出緊呢一個積碳再出發嘅探索生活。入邊咧有提到航空行業其實都要減碳。航空行業咧飛個油缸嘅油咧，其實化石燃油好高碳排嘅。但係點樣可以低碳排啲？就係用緊唔需要換引擎嘅情況之下咧，加我哋呢啲叫可持續航空燃油。即係話呢啲可持續航空燃油咧，有啲可能係有啲咩地溝油啊、糧食啊或者係植物啊所溝成嘅一啲油。咁呢啲油咧就比較低碳排放。咁你溝落而家一啲嘅化石燃油入邊咧，一半咧，你都可以令到而家嗰個碳排放咧係減少超過60%嘅。咁呢個就非常好用喎。咁但係你話日後我哋係咪完全都需要呢一種嘅燃油咧？又唔一定。因為咧，而家我哋國家舊年咧都已經開始研發咧呢啲嘅自己國產飛機，而且國產飛機你諗下生產得出嚟嘅話，我哋所有油缸我哋都可以換，包括舊年已經係發現研發咗一個叫氫能飛機啊，即係話日後咧氫能飛機係完全係零碳排，連化石燃油啊、可持續燃油咧都唔需要啦。但係現時過渡期間，我哋未生產咁大量嘅一個飛機嘅時候咧，過渡期間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咧，而家海外係用得比較多。而家所有非歐盟嘅飛機咧，係被要求咧，你而家嘅碳排放入邊咧，一係你就交碳稅，一係咧就唔該你嘅燃油入邊咧要有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如果唔係咧，你就交碳稅。咁你日後咧呢個而家係佔比2%。以後咧呢個百分比咧越嚟越高，咁即係等於歐盟其實用呢個方法係逼所有去到佢嗰度嘅地方咧，唔單止你產品要低碳排，而且你係符合佢呢啲嘅綠色嘅壁壘。咁你可以話喂，呢個都係製造一啲麻煩俾我哋喎。我哋係發展中嘅國家，我哋唔係發展中嘅國家，所以好多嘢我哋係變咗，我哋本來係追得上，但係佢再將個要求再 set 高啲嘅話，我哋咪要再向上跑啊！咁所以呢個係無可避免，我哋而家喺呢度都做緊嘅嘢。咁所以國家咧喺今年喺工作報告當中，特別喺低碳經濟，就唔係淨止低空經濟，低碳經濟方面咧，你提嘅篇幅咧都差唔多有一版。咁所以未來呢個係一個一定必須要行嘅方向，尤其是當成個世界我哋話我哋想全球化，當然有人逆全球化，咁但係無可避免，我哋對於成個氣候變化，我哋承擔責任，我哋都會向住呢個方向行。咁另外咧就係下邊咧就係個叫光儲直流嘅嘅技術，就係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我哋係吸咗光能，因為用光伏板，
吸咗啲光之後咧，我哋儲存咗佢，然後咧就用直流電咧就俾到你每一個人嘅用電，所有嘅電器都可以用電，就用直流電。我哋而家用緊咧叫 AC 電，係間接嘅即係個交流電，但係直流電咧就更加安全嘅。咁另外咧就係油嘅意思咧就係可以統一調配，即係話當你有需要有你知內地咧個地方有啲溫差好大，有時係天氣好熱，有時天氣極凍。咁佢有時天氣極熱同埋極凍咧，都會需要好大嘅電量。咁呢啲電量咧，如果你呢個地方本身係產出咁多嘅話，你唔夠用咁點算啊？油性嘅地方就係邊度吸得多、儲得多，我就撥去邊度去嗰度用得多嘅地方。咁呢個咧就係國家可以成個電網可以做一個咁嘅調配。咁呢個調配當中咧，我哋其實要將佢規模化、成本降低，我哋先至可以成個全國去鋪開噶嘛。咁所以我哋有呢個建議咯。另外香港係好需要做一個新能源嘅產業國際化，因為香港咧，大家記得舊年咧已經有一部叫氫能巴士。咁氫能巴士之後咧，我哋要有加氫站。咁如果唔係巴士冇嘢食噶嘛。咁加氫站呢啲所有嘅配套咧喺香港設落地咗之後咧，自從新聞出咗街，好多外國人咧就發覺咧，如果我哋有啲咁嘅技術，有啲咁嘅服務喎，咁啊我發覺咧就係多咗啲訂單，無論係即係加氫嘅設備，加氫係需要設備，將啲氫提取係嗰嚿機器需要設備，嚟將你嗰個氫能注入你架車入邊，呢啲都係設備嚟嘅。儲儲氫都係設備，咁所以呢啲設備全部我哋國產，亦都係俾外國人睇到我哋有呢個實力咧，願意去購買我哋呢啲嘅服務。所以香港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幫助我哋呢啲內地好嘅即係優秀嘅高端嘅技術咧，可以出海嘅。咁呢個亦都幫助佢哋加多咗訂單。咁所以我哋要希望就話唔單止係氫能，希望係成個新能源好多嘢都喺香港做示範基地，然後讓到海外嘅人睇到我哋嘅技術，可以購買，增加佢哋嘅收入。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主要咧就兩個核心，就係講經濟、科技同埋民生保障。咁我知道咧，即係校長咧陣間都會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部分。咁我哋今日同你講3點嘅啫。第一點咧就係我哋2025年咧，其實嗰個經濟增長，我哋今年係達標嘅，係今年係達標。但呢個達標咧，我相信對於大家嚟講咧，即係其實我諗我哋睇到個唔容易嘅地方，因為正如我 PowerPoint 第一章講話，我哋要迎難而上，呢個成績係好迎難而上嘅一個成績。因為咧過往Trump 未上台之前咧，其實拜登唔會對我哋好得幾多，所以喺佢哋嘅經濟嘅一啲嘅即係打壓之下咧，其實喺圍堵之下咧，我哋喺貿易上係的而且確係有啲嘅損失。但係咧，此路不通，我哋有第二條路行，所以我哋過往咧喺一帶一路喺中東東盟方面咧，香港亦都加緊咗步伐咧，同呢啲地方嘅合作，所以咧令到我哋整個情況咧係會較好。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一路都未係好好嘅即係解決，就係一個國內消費嘅不振嘅問題。因為可能好多嘅即係經濟嘅問題咧，有人下崗，有人失業，咁佢哋嗰個即係冇收入就梗係冇消費㗎啦。咁你國內嘅一啲需求，因為海外唔要你啲產品，你俾翻海外去銷售嘅時候，咁你咪多咗咯。咁呢啲多咗嘅話，大家要急住將啲貨賣出去，咁點啊？質低個價錢咯。咁將個價錢質到好低嘅時候，我哋所有有一啲即係工廠生產啲好好嘅產品，佢啲價值我點止呢個10蚊啊，我嘅價值值20蚊，但係因為你賣緊9蚊嘅時候，我咪逼住將我20蚊嘅貨咪質低啲，我要賣俾你啊嘛，我出唔到貨，我下邊啲工人佢就出唔到糧㗎啦嘛，咁所以成個惡性嘅循環咧，係讓到大家舊年係覺得好辛苦。咁但係咧，我哋國家個宏觀調控經濟咧，係令到我哋成個經濟咧，即係掹翻起身上嚟。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諗緊，即係舊年係咁辛苦去到5%，咁今年我哋仲 set 呢個5%，我哋係咪可以做得到咧？咁呢個係我哋第一條問題。咁第一條問題嘅話咧，我哋一定會回應就係，我哋到底有冇呢個實力可以喺未來1年仲可以做到5%嘅增長咧？咁就要睇翻我哋嘅實力容唔容許我哋咁做。你嘅實力係嚟自於我哋舊年起碼我哋講得出做得到，第一件事講得出做得到。第二件事就係我哋其實所有嘅數字，包括無論係我哋城鎮嘅失業率啦、居民嘅消費價格啦、居民嘅收入啦、糧食嘅產量各方面咧，都係有達到嘅嗰個符合嘅預期。咁能夠達到嘅話，其實我話知用咩方法。總之你達到嘅話，即係説明你係非常之有呢個能力，係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未來你話會唔會更加容易啲啊？應該就好難啦。係咪？今年即係2025年已經一下子咧已經發生咗好多事情啦，包括加徵關稅啦，包括即係最近即係長和事件啦，其實咧就非常之
唔穩定，所有嗰個即係嗰個變化咧係好大。雖然而家你話俄烏戰爭好似我要叫停之際咧，就係以色列嗰邊又放多幾個炮彈，咁即係成個局面咧，你會發覺其實係亂嘅。咁但係咧，我哋中國咧點樣維持自己嘅節奏，繼續去向前行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好多人會抗商嘅一件事。而過往我哋嘅成就咧係有，而今年最顯著嘅成就咧係啲乜嘢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係用兩個字去概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進嘅態勢咧係可以繼續去鞏固同埋延續。第二咧就係我哋穩嘅態勢係可以鞏固，進嘅步伐咧係堅實有力。呢個咧係我哋有好多嘅數字可以 back up，相信大家都喺 PowerPoint 可以睇到噶啦。另外咧就係主要就話今年咧，我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年。今年咧係非常之多海外嘅媒體嚟到，包括我哋香港咧有成200幾個嘅記者係歷年嚟最多嘅，去晒北京去睇。咁呢件事咧就係我哋睇下，我哋今年我哋國家喺14.5收官之年咧，呢個5%嘅增長，佢可唔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咧？咁原因咧，我就認為一定要維持，係必須要維持，係亦都有呢個需要維持。因為我哋要維持一個政策嘅延續性，同埋我哋嘅成果嘅延續性。點解咁講？因為我哋喺2049年嘅時候，我哋要達至第2個嘅8年嘅目標，我哋要實現呢一個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但係喺中期嘅階段，就喺2035年，距離而家係仲有10年嘅時間。我哋要做到一個咩嘅目標啊？我哋要達至一個中國式現代化嘅強國目標。強國嘅目標係有指標嘅。個指標就喺14.5嘅時候，佢同時都講咗一個2035年嘅一個目標綱要。當時就提出就話，我哋要達至一個中等國家嘅一個即係發展嘅水平。咩叫中等國家嘅發展水平？可能最簡單、最直觀就係有個數字，就俾大家想像一下。去到2035年，我哋嘅目標係希望可以喺人均嘅 GDP 嗰度可以去實現2.5萬美元至到3萬美元。咁2024年，我哋而家嘅人均嘅一個目標係幾多啊？唔係目標已經做到嘅係幾多啊？係1.3萬美元。咁所以由1.3萬去到呢個2.5，去到3嘅話咧，其實我哋嗰個距離仲係有好大嘅距離。但係點樣可以實現呢個距離咧？我哋只要需要每年都保持一定平均數嘅一個增長，我哋先至有望喺2035年嘅時候，我哋可以達到目標。而為住呢個目標咧，其實我哋今年唔單止出台咗呢個教育強國，今年嘅即係或者舊年開始咧，無論係科技強國、經濟強國、金融強國咧，所有都邁向一個強國嘅一個要求。而強國之前喺3年之前咧，佢除咗有27年嘅標準、29年嘅標準，仲有35年嘅標準。其實咧就因為擔心，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如果我哋不進就會則退嘅情況之下咧，所以每一年俾個標準，俾嗰個即係指標咧都非常之即係我覺得係任務係好重嘅。我只係話而家內地嘅官員亦都即係壓力非常之大，亦都競爭非常之大，所以好多人都好即係真係會係加班，呢班都係優秀嘅，都係即係成日都要加班，咁就為咗係目標去達到。咁我哋出台最主要就係幾個政策，過往大家都聽過啦，即係14.5啦，我哋嘅3中全會其實仲有一個嘅3中全會當中有2個目標，一個係2009年，一個係2035年嘅。咁仲有咧就係都係處理啲近期嘅嘢。咁啊，第3嗰個就因為今年2月份嘅時候有做咗個教育強國嘅一個宣告啦。咁另外咧就係今年都係一個14.5收官之年，我哋要鞏固我哋嘅發展，然後我哋再向前邁進嘅話咧，我哋一定要有個即係政策嘅延續性，我哋要繼續去往住高質量呢個方向去行，我哋要為15.5嘅規劃打好良好基礎，即係話喺我哋出年嘅今日，我哋係應該會撳掣已經通過另外一份我哋國家嘅第15個年頭嘅5年計劃。而呢個計劃咧，我哋會喺今年內咧會完成。我哋今年喺香港咧，我哋都會係就住呢個15.5嘅初探咧，了解下我哋香港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香港唔係咁被動，俾國家委任，就係話你只可以做8大中心嘅工作。香港仲有冇其他中心嘅可能性？包括我哋提出，我哋做一個即係自願性嘅碳交易市場，係咪可以成為我哋15.5嘅一個標準？點解咧？國家只要認同我哋香港可以成為呢個碳交易市場嘅話咧，其實佢嘅資金或者佢嘅一啲嘅碳信用要求啲國內嘅企業喺香港買嘅話咧，我哋呢個市場咧，你話想唔做大咧都冇可能㗎。做得大，人哋先會願意喺你呢個平台交易。做好咗你嘅名聲，做好你嘅廣告，人哋自然就肯嚟，係咪？咁所以我哋係需要國家嘅認同。咁你話呢個係咪可以係我哋一個新嘅機遇咧？咁所以我哋答你就係今年呢個嘅目標咧，我哋唔單止需要做到，
亦都有可能做到。有可能做到有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我哋過去咧喺今年年初，大家睇央晚，你會見到有啲機械開始識跳舞，你會見到啲 DeepSeek 哇開始入到去各行各業啦，係咪？唔知你哋手頭上已經 download 咗未咧？你唔可以淨係 download 一個 DeepSeek，你要 download 咗好幾樣，我等間可以話俾你知，因為咧佢哋之間係有問題嘅，我覺得。咁跟住咧，你要發覺我哋仲有一個房地產同埋我哋地方債務方面咧，舊年因為三中全會出台之後咧，都有一個止跌回穩嘅一個狀態。你話升幾多咧，就未必有好大可能性。但係你唔再跌落去嘅話咧，我相信對好多人嚟講已經係，哎呀放心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嘅利好消息咧，亦都讓到咧市場有個安心，亦都願意佢可以繼續向前行。最主要咧就係我哋仲有政策嘅支持啦。咁所以我哋報告入邊，舊年又出現過同一句説話，叫做中國嘅經濟咧長期都會向好，冇改變，亦都不會改變。而呢句説話，你諗下寫不會改變，連續2年都咁寫，咁我哋要問，咁佢底氣喺邊度啊？佢憑咩咁講咧？4大嘅信心支柱，舊年都係講呢4大，咁今年再重複講就係我哋嘅經濟韌性啦。除咗我哋即係嗰個 GDP 嘅增量咧，其實雖然大家都係升5%，但係整體嘅數字係唔同。舊年係128億美元，咁啊128萬億元，今年咧就去到134.9萬億。雖然係5%，但係咧我哋實際嘅增長數字咧係有啲唔同，係多咗嘅。咁規模越大，你隻船越大咧，你嘅抗風險能力一定越高啦。咁市場嘅優勢就當然係我哋個龐大嘅市場啦。咁如果你講緊我哋每年而家我哋人均 GDP 已經去到1.3，咁你諗下喺成個國際嚟講咧，其實呢個就已經係好大嘅一個消費嘅潛力喺度。產業升級，大家除咗 C919 舊年先至講話，哇！我哋國家已經產 C919 啦，今年咧就要產業化，要量化佢賣㗎啦。第二咧就係我哋人工智能咧已經橫空出世，新能源汽車基本上而家已經掃晒所有嗰啲即係國家，你話任何一個國家仲喺度玩新能源咧，一定唔夠內地玩㗎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基本上咧喺呢個比賽當中咧，其實已經中國呢已經係全球第一㗎啦。第二咧就係我哋嘅文化出海，大家都睇過哪吒啦。咁哪吒出海咧，其實意味住咧，我哋嘅傳統文化，我哋結合咗啲新嘅科技之後咧，原來我哋喺展現咗一個無限嘅一個新機，而且係我哋嘅價值觀係讓到人哋可以接受嘅喎。呢種嘅我哋文化嘅包容，亦都可以同我哋整個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係可以相銜接嘅喎。咁所以我哋嘅文化嘅輸出，我哋可以透過呢啲更軟性嘅方法，唔係成日即係歐美跳舞啊，係咪即係日韓嘅文化咁樣？我哋嘅文化終於可以有機會出海，而且係認受性係越嚟越高嘅。咁呢啲都增加咗我哋產業升級嘅底氣。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有個制度嘅優勢。我哋頭先話我哋有運工調控嘅機制，讓到我哋喺第4季咧，即係嗰個 GDP 咧有個好大嘅增長。如果唔係好難達到呢個即係目標。咁另外今年咧就會再有一個更加新嘅刺激嘅經濟嘅政策，包括更加積極嘅財策啦、貨幣政策啦，同埋更加要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咁同埋咧打好呢個政策嘅組合拳。其實咧，我哋要嘅嘢咧，其實越簡單越好。但係咧，事實上每一隻字背後咧，其實都有蘊含咗好多嘢。除咗係政策嘅醞釀，亦都包括佢嘅執行能力係咪真係做得到？同埋執行能力唔單止係即係講緊一級，係好多級政府係咪？由省到市到縣，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執行呢啲嘅指標，我哋先至可以令到全國我哋嘅經濟有真正嘅增長。咁所以呢啲嘅經濟嘅刺激咧係需要嘅。另外今年嘅熱門詞同大家講下，一個叫對生智能機械人咧，純粹行出嚟咧就唔係好似我哋普通嗰啲遙控，叫你行前就行前，行左行右。個機械人係需要同你溝通，佢哋接駁我哋人嘅一個嘅認知。所以咧而家有一種新嘅名詞叫做對生智能。對生智能咧，佢接駁我哋人工智能俾個機械人，個機械人可以有個喜怒哀樂，可以同你溝通。就唔係普通嘅一個，淨係叫佢做乜嘢，淨係嗱，我知道大家可能見過炒菜機械人，係嘛？炒菜機械人佢淨係識炒嘅啫嘛，你撳個掣佢就識炒咁，好似你嘅電飯煲一樣。但係將來嘅機械人咧就唔係電飯煲，唔係炒菜機械人，係有另一種嘅功能係可以同你溝通，係嘛？咁你話另外6G，我哋講緊5G 嘅時候咧，我哋5G 即係孟晚舟嗰個年代係咪？我哋華為嘅時候講緊鋪5G 嘅時候咧，已經鋪到70%幾啦。咁而家開始要鋪6G 啦，6G 係意味住比5G 係更加快，
即係話，如果當個機人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係慢10秒嘅時候咧，日後6G 同你傾偈嘅時候係冇乜問題啦。佢可以好快地反應到你講嘅嘢，因為佢嘅嗰個速度係快咗，係需要靠後面嗰個算力去支持。下面咧就係叫一個叫登靈企業。DeepSeek 咧就我可以形容 DeepSeek 就好似登靈企業，佢咧係一隻羊，但係咧佢係手腳纖瘦，而且體積好細，但係咧佢一跑嘅時候咧，佢可以跑得好快，同埋蹬得好高，跳得好高。呢種嘅你企業咧，你就想像就係左手邊右上角嗰張圖嘅左上角嗰隻動物，你可以想像佢嘅特質係咩咧？點樣可以成為呢隻登靈企業嘅嘢咧？就係、是、當佢剝咗層皮之後，入邊就係一隻獨角獸。即係話咧，佢本身係一個非常有潛力嘅一間公司，佢可以好快就可以蛻變成一個超級巨型嘅一個即係獨角獸。咁呢種嘅企業就好似DeepSeek咁，有可能你唔經唔覺樓上嗰間嘅初創企業細細，但係如果佢話佢搞科技，我都唔知得唔得嘅。咦，突然間第二日喺個新聞上面見到佢，哇咁犀利嘅喎，咁佢就可以好快搬嚟呢度去到第度地方啦。咁呢啲有登靈企業咧，需要早啲去發掘，早啲去培養咁樣。咁所以當中涉及我哋嘅產業人才同埋區域嘅協調發展咧係好緊要，大家要知道。另外人工智能方面，頭先話唔可以淨係download一樣嘢，要download多幾樣嘢。因為咧每一個嘅 AI 咧，其實呢啲而家內地咧有200個呢啲咁樣嘅新成嘅平台，200個成功註冊咗㗎啦。但係唔係隻嘢都係非常好用，亦都唔係隻嘢講嘅嘢都值得信任嘅，大家要知道。因為呢咁多隻嘢咧，全部都係要公開平台去訓練，即係話咧佢哋係好多人餵嘢俾佢哋食。當你餵嘢俾佢食嘅時候咧，你都確定唔到嗰啲嘢食係咪真係有益嘅奶粉。如果係一個毒奶粉嘅時候，佢嘔翻俾你出嘅嘢咧，佢就講大話，但係佢唔知自己講緊大話嘅喎。佢覺得佢嗰啲嘢就係正確嘅嘢，因為係佢知識庫入邊嘅有嘅嘢。但係我哋作為人類，我哋係而家去使用呢一種嘅 AI 嘅時候，我哋一定要保持警惕性，就係佢唔係講嘅嘢樣樣都啱。係嘛？咁尤其是咧，當而家問呢條問題，同埋佢啱啱出世嘅時候問嘅問題咧，已經有唔同啦。點解咧？因為喺呢段期間咧，大家都用緊即係呢個嘅 AI 去幫佢自己創作好多嘅文章出嚟。我講句好簡單嘅例子，如果你要幫一個女明星洗白，佢明明有啲負面嘅身份，但係咧你可以用一個 AI 幫你生成，幫呢個女明星講好説話。咁然後咧，你去問呢個 AI，喂，呢個女明星係好定係壞㗎？咁樣，個 AI 佢吸收到咁多好嘅信息嘅時候，佢最終會將個答案俾你聽，就話呢個明星係好嘅。你明我講咩啊？咁所以呢個餵食嘅方法咧，唔係淨係你餵，係全大家一齊餵。而且呢個餵法咧，係因為大家都用 AI，即係話以前我會話呢個女明星咧係好靚女咁樣啦。咁係一個公關公司咁講，但係而家有咗 AI 嘅加持話，一個公司公關出嘅一條新聞咧，可以變成1000條。咁你諗下1000條嘅新聞咧，咁你就係講一句大話，講咗100次之後就變成真話嘅一樣，係咪？咁所以大家要警惕就係話，當我哋使用 AI 嘅時候咧，假消息又好，即係當然你唔好係咁泄漏自己嘅消息啦。假消息又好乜都好，我哋一定有個判斷。呢個都影響緊我哋嘅教育，就係當我哋要喺教育上面要用 AI 去幫助我哋去發展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指導我哋啲細路仔咧，可以更善用 AI，而唔係俾 AI 去誤導咗我哋向前行，咁就好大件事。而且而家嘅機械可以唔需要自己人去創造，因為你只要話俾 AI 聽，我想創造一個洗衫嘅機械人咁樣啦。咁其實佢可以幫你寫晒個程式，佢可以幫你去做一個新嘅機械人出嚟㗎，係咪？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話 AI 有好亦都有唔好。咁剛才咧就想俾大家睇下有條片咧，其實咧就係而家內地咧亦都好盡量去用一啲唔同嘅平台去做一啲嘢。咁咧其實呢部機咧就係我哋酒店啦同埋飛機場咧都有嘅。咁呢部咧我問過啲38萬純國產嘢，就係幫手做沖咖啡。咁呢種沖咖啡咧，其實都係低端嘅，佢唔係一個最新智能嚟嘅。但係咧，你撳掣咧，個沖咖啡有個咩好處咧？佢係可以咧喺呢個咖啡泡泡入邊咧，可以將你張相印落去嘅。咁印落去嘅時候咧，呢個咪又多咗一個好玩嘅嘢咯，係咪？咁呢種嘅機械人咧，其實咧就壓你個位置咧就唔多，但係咧你沖出嚟嘅味道咧係好嘅，因為咧你咖啡豆比例啊、奶嘅比例啊，嗰啲都有。你話佢以前奧運，佢攞咗2個機械臂幫你奧運，
咁你咪好似我哋真嘅嗰隻手咁樣咯，要佢拉花都得㗎，其實即係話右邊嗰隻衝肚嘅嗰個，佢可以拉花都得㗎。但係咧佢唔拉花，佢咧係用另外一種方法咧，就係可以將你張相打入去，而且個時間好快。你諗下，好快時間咧已經出到我張相啦。呢個就係我用翻我自己嘅一個舉出嚟，係一模一樣嘅。但係最緊要係咩咧？嗰個譜要打得白，咁你嗰張相就會清晰啦。咁所以佢只可以係立體先可以用到呢一隻機器嘅咁樣咯。咁呢啲咪有趣？呢啲而家人喺香港其實係唔可以引入多啲喺香港去示範咧，咁俾人睇到你我哋個技術嘅犀利。係啦，咁啊時間有限咧，就我主要就講下，即係因為我已經時間夠鐘係啊，咁即係俾大家有個第一個嘢就係，其實國家會繼續支持民營企業啦。即係民營企業方面咧，就今年會出台一個民營企業促進法，即係話咧過去我哋即係民營企業方面咧處處受掣肘，即係話國企啊、央企都做晒好多嘢啦，民企仲有政企咩？但係而家容許我哋民企咧多啲去參加國家嘅大型建設，有錢大家一齊揾，而且咧所有創意嘢我哋係離唔開我哋嘅民企嘅智慧嘅。仲有就係我哋嘅教育，點解我哋即係將個教育嗰部分留翻俾阿校長講咧？就係因為教育部分咧都係好重要嘅。係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港資港法港仲裁，即係幫我哋香港嘅呢個條例咧。其實我哋香港政府咧已經同國家已經簽訂咗一個渠道咧，就係未來希望可以擴展九大區。係點解咧？就係咧，如果我哋喺內地大灣，尤其是大灣區啦，想去做生意嘅話咧，我哋登記咧，我哋係港資企業，咁有咩着數咧？就係我哋着數咧，就係如果有啲嘅經濟糾紛嘅話咧，喺簽合約嘅時候咧，我哋簽喺香港去執行呢個嘅法律嘅糾紛嘅處理。咁有咩事喺香港審？咁你就唔使話，內地審嗰啲嘢我又唔同，我又唔知佢審幾耐，不如喺香港或者熟悉嘅普通法之下審啦咁樣。咁對我哋香港嘅港資有幫助之後，如果我哋海外嘅機構佢唔想直接入去內地嘅話咧，佢喺香港註冊公司之後再翻去內地，咁其實咪等於幫我哋香港嚟增加咗呢一方面嘅即係嗰個公司註冊嘅數量同埋個稅收咯。咁呢個係好嘅。另外提振消費反內卷啦，咁仲有咧就喺軍事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咧想強調兩點，應對中美嘅關係咧嘅改變，亦都顯示咗咧我哋中國嘅經濟嘅綜合實力係強嘅，包括現時咧應對中美嘅關係咧，我哋係唔怕事，亦都堅決反制。喺佢加徵關稅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加徵佢關稅，我哋係反制佢唔招嘅，係咪？咁另外咧就係應對中美關係，我哋都有個今年再增加呢個國防開支，呢個國防開支咧亦都係增長緊，我哋同我哋而家經濟增長係同步去增長嘅。另外咧就係所以有一個提法咧就係呢個咧就係今年係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咧，我哋嘅戰艦我哋有3艘嘅戰艦由呢個中國嗰邊咧，我哋向南半球去航行。我哋航行去到呢個澳洲同埋紐西蘭之間嘅海域嗰度咧，係個公海嚟嘅，喺嗰個公海地方咧進行演練。咁多年係未試過，而試嘅地方就係因為呢條航道係非常之長，超過12000公里。超過12000公里，你其實可以喺海上面可以當一個月。咁佢有補給，係咪？仲要去到咁遠嘅地方，我仲可以有作戰嘅能力，而且作戰嘅能力方面係要靠衛星嘅。即係話我哋嘅衛星係冇偏離到，你嘅炸彈唔會話佢係喺嗰個應該喺紐西蘭咧，佢個首都出邊150幾公里嘅出邊去射嘅。如果你話你個衛星錯咗嘅話咧，你嗰粒炮彈唔係跌落海入邊，係跌落人哋嗰個土地上，咁你就大鑊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證實緊我哋嘅衛星係得嘅，我哋指揮系統係得嘅，我哋嘅情報系統係冇問題嘅，我哋嘅補給係一流，我哋航行時亦都可以航得好長。咁所以所有嘢都向成個全球展示緊我哋喺海軍上面嘅嗰個實力。而呢個咧亦都係頭先我哋話習主席每次我哋每一年都去解放軍嗰度咧，我哋去講，希望點樣去高質量去發展，我哋可以即係保護到我哋嘅一個中國同埋中國人嘅一個權益。咁呢個真係好重要嘅一個關係。咁所以呢幾樣嘢係成為咗我哋話，我哋國家其實而家個發展咧真係銳不可擋。呢個成為咗我哋每一年都有機會增長5%嘅一個底氣。咁所以喺做過程當中，我哋諗香港嘅機遇就係首先要做好我哋嘅安全同埋發展。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呢幾年反覆強調。我哋自從立咗23條之後咧，其實我哋先至有呢一個即係購港嘅資金池。因為如果你有啲嘢唔安全嘅話咧，國家好難委以你重任。咁所以安全同發展咧，我哋係必須以安全行先。
最近嘅長和事件，我哋都同樣係有呢個嘅問題，就係要係安全行先。咁第二就係我哋喺對香港嘅意義嚟講，我哋過往好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係今年開始有個政策嘅支撐，就係你必須要往外走，你要深化國際嘅交往同埋合作，我哋先至可以做好我哋香港嘅定位。咁我哋平衡咗咯。成個香港就唔會再俾人話啊！你成日都翻內地去，成日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係最好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係你做好自身嘅一個國際嘅都市，然後你往外走，幫助我哋內地往外走。咁所以我哋認為，可能係簡單啲嚟講，點樣深化咧？就係我哋擴大我哋嘅海外朋友圈啦，我哋做多啲嘅盛事啦，邀請多啲即係人喺我哋喺香港咧係做一啲嘅可能係辦公處啦，即係除咗做一個本地資產嘅總部咧，亦都可以成為好多國際公共服務平台喎。例如 RCEP， 我哋國家好支持我哋香港加入 RCEP。咁加入 RCEP之後，可唔可以將佢嗰個總部係擺喺我哋香港嚟做啊？咁樣呢啲都可以去爭取嘅。咁呢啲係我哋香港可以做。咁我總結咗4個，就係我哋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最緊要就係國家好想將人民幣國際化，我哋香港要幫手。第二喺大灣區上面，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嘅大灣區，亦都唔係中國嘅大灣區，係我哋要做世界級嘅大灣區。所以我哋眼光放幾長遠，我哋要自己要行得幾行。第三就係點樣透過科創，我哋係彎道超車。呢個就係講我哋嘅科研點樣落地。我哋嘅教育就係令到我哋嘅科研強大，但係科研強大要落地，我哋先至可以成為我哋嘅一個經濟上嘅成果，係需要做嘅。咁另外就係自願性產交易市場。咁未來咧就係合作方面咧，當然一方面就係我哋繼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啦。另外一方面，我哋高質量去發展我哋嘅一帶一路，而我哋自己嘅核心嘅一個實力咧，就需要有一個創新嘅驅動科技嘅合作，我哋先至可以讓到我哋香港再出發。喺度多謝晒大家嘅聆聽。真係天時先得好嚴肅啊！好多謝啊黃碧芬女士同大家咁啱要就亦都好準時㗎，其實好準時啊！我哋俾你45分鐘已經差唔多係好準時完成啊！咁啊呢個咧就亦都俾我哋咧好多對我更加俾我哋更加對未來我哋嘅國家嗰個增加信心啊！即使係面對咁大嘅困難嘅天氣底下咧，同埋國外嘅天氣，我哋都能夠係有方法，係有政策一一去應對嘅。咁就跟住咧時間緊迫，安健。大家好啊！咁頭先黃代表咧就講得好好嘅，咁但係畢竟咧就時間咧就我哋大家都傾咗好耐啦。不如咁啦，整個拋法，佢應該個頸啦，好嘛？嗰個頸啊，鬆一鬆啦，好嘛？OK， 好啦，咁咧就我哋就開始啦，好嘛？咁我咧就個題目咧就係兩本嘅精神與見聞咧，就係因為我係教工作者，做咗多舊知道啊，咁我就用教育札記，呢個唔係讀個塔字，即係讀個札字啊，札記。札記咧就係我哋嚟自趙翼嘅22史嘅札記呢個字，即係其實叫筆記啫，係嘛？好嗱，就呢個我小弟啦嚇咁樣啊，咁就嗱，我哋題目係即係兩個精神嘅，咁你都問咧，究竟兩個嘅傳統角色係乜嘢？功能同埋精神係點樣？嗱，咁呢個都係咧要立題同埋破題嘅，好嘛？好嗱，咁點解佢係嗰個3月咧？咁個年度性嗰個基本同香港差唔多嘅，就係香港呢個3月就財政預算啊等等啊咁樣啊。好嗱，咁咧就明代表佢哋咧就全國人大都權力咧就立法啦，就咁樣啊。好咁咧就嗱呢度就我自己發啦，全國政協。我自己覺得咧，全國政協咧就係同港人咧嗰個嘅發展咧係比較係密切嘅關係，因為大家知道咧人大咧係如果講錯黃代表嘅更正下，就應該係54年嘅時候咧先至係成立嘅啫。但之前1949至到1954呢段時間咧，基本上全國政協發揮咧係嗰個係立法啊等等嘅一個臨時憲法嘅好重要角色啊，就咁當然啦1954年嘅時候咧，全國人大成立啦，當陣時
確實有個意見就話，究竟全國政協仲有冇存在嘅必要？但係咧，我覺得咧，由新中國成立到今日咧，我哋嘅國家嘅領導人咧，都係即係都係好醒嘅啊！咁啊，毛澤東咧，佢就好清楚就話，唔單止係可以廢，並且要加強。咁所以咧就人大政協就係咁樣咧，係成個今日係發揮咗我哋嘅中國嘅特色嘅社會體制。嗱咁呢啲咧，我其實覺得咧就香港嘅學界又好，社會界又好，就對人大政協咧，因為啲國家大政嚟嘅，係應該咧係略有所知。嗱咁我都好欣賞咧，貴會咧係即係辦啲呢類嘅活動啊咁樣。咁因為呢個係同成個國家有關，更加同一國兩制香港有關啦，係嘛咁樣啊？就全國政協咧係我哋嘅國旗、國歌、國徽全部都係由政協去成個過程嘅。當陣時啊，因為1949年嘅新中國成立咧，當陣時國際嗰個形勢咧仲複雜，我認為同唔會比而家係簡單，仲複雜嘅咁樣啊。咁就我發揮嘅就係協商啦、監督啦同埋參政議政啦咁樣。因為我都會略略去講講咧，就咁多個領導人咧，見人大都係見政協嘅。咁咧有啲咧就而家有少現代，有啲唔同啦，唔單止係監督就好清楚咧，就國家領導人咧。由校本開始一路到丁薛祥咧都好清楚，即係唔係單係監督，並且咧係要落場踢波嘅，唔單止係服務人，並且係要服中人。咁呢個可能咧就慢慢有個變化咁樣啊，咁就好。咁嗰個同香港有咩關係咧？咁主要咧就嗰個立法人大咧同香港基本法啊等等嘅有關係啦。就嚟4月10號啦，就呢個就係國家安全法嗰個國家安全。等陣間咧，我會集中係有2、3點咧，香港人咧比較難以理解，但係必須要慢慢解開嗰個嘅即係述說嘅。咁我會係做啲要加上我嘅所長啦，並不是經濟啊。咁我將會研究法同埋國家安全，同埋香港人咧，我諗唔係單年青人，年青人更加添啦。就算社會各界，點解咁成日都講國家安全咧？點解成日都講2442咧？兩個嘅確立，4個嘅意識，4個嘅自信，就2個嘅擁護啦。即係佢哋唔係幾了解，講出嚟可能都未必咁中意。但係我覺得咧係需要係俾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人係知道國家唔一定要我哋行2442香港全部落實但係我覺得係要了解嘅咁樣。咁呢個咧，我覺得當陣時咧，國家咧係好有意見嘅。全國政協咧當陣時成立咧，大家咧呢度個圖片可能好清楚啦。呢張咧就可以清楚啲啦。中間呢位係咩啊？係啦，你而家唔知啊，即係有一定嘅人生閲歷咧，就一定即刻得出。但可以話俾你聽，好多人都唔知嘅但係呢張圖片係非常之關鍵嗱，我話俾大家聽我而家成日都講啦，個人又好，社區又好，國家又好，世界又好，你係出溫。如果你唔去揭開第一頁咧，你而家好模糊嘅，可以亂咁解釋嘅。我覺得咁呢個咧就係宋慶齡女士啦。宋慶齡女士亦都睇到咧，我哋個或者可以咁直白咁講啦，共產黨嗰個包容就當陣時咧，宋慶齡都能夠留響北京。你可想而知咧，即係當陣時嗰個嘅即係點樣包容當陣時我哋話統治老實講，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搞統治，唔係淨係我哋國家搞嘅就美國、英國等等統到你飛起統足你150年啦，啱唔啱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但佢留低咧影響好緊要，因為呢個就係孫中山先生嘅太太宋慶齡
咁當然出邊就係周恩來嘅太太啦，咁好叻㗎。嗰段時間人真係好嘅咧，我唔係話我哋即係佢總之佢就叻啦，係可以咁講啦。嗱，你睇睇啦，歷屆嘅主席由毛澤東開始到今日嘅王，都係好有睿智嘅，好有大局嘅。就好多外國人，我同一啲外國朋友但佢唔明白點解你有人大又有政府，究竟你哋搞乜咧咁樣？佢唔明白呢個係有中國特色嘅體制特別你今日睇西方嘅美西方香港人咧，比較係偏向啦，就美西嘅所謂嘅民主體制咧。咁你同我哋國家去比咧，今日當然啦，我哋作為大國嘅國民，我哋要學習一樣嘢，不亢不卑。不過咧，我哋要睇啦，就而家確實啦，呢個係國家領導人講嘅，邊一個我就鋪出嚟啦，就不可能要都知㗎啦咁就由你哋知好過我講啦咁因為我唔講啊，啱嘛？咁咧就係美西嘅，就真係大亂，美國西方而家你睇下，我哋國家咧真係走向係大治嘅，咁係有分別嘅我哋講叫穩同進啦，就點樣講啦？好啦，我諗就我哋話到代表同委員啦，呢度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啦，我哋嘅責任係咁啊，如果我哋做得做得好好㗎，真係好守公道㗎，真係好認真參會㗎，好鬼扯㗎，我話俾大家聽即係唔好以為我哋做咁多好似好風光咁樣但係實質上咧係真係好辛苦由朝到晚都嚟㗎，話俾你聽因為上晝開會，晏晝小組會議，晚上寫報告，第日報告小組會議報告。好就會議呢啲會議精神你從書面上咧睇到深刻咁樣呢個時間翻嚟咧，我就唔逐點提。等間我講個人嗰個理解，呢啲咧我同阿黃代表咧都係需要去睇呢啲嘢啦。深刻把好國家最高領導宣講國家大政重要講法精神。我亦都今日要講。究竟深唔深刻咧，就見仁見智。因為咧我講嘢係我講錯嘅，但係我負責阿黃代表如果講錯咧，佢負責係嘛？咁但係我哋真係要深刻嘅。好香港嘅機緣擔當我哋覺得香港人一國兩制佢香港人咧，我覺得係要發揮好一國兩制嘅總優勢唔容易。不過我哋真係要點解兩會精神係需要係同廣大嘅市民咧係要講咧？你唔明白咧，譬如啱我講2442，你如果講2442咧，好多香港人咧或者一國兩制係個國民咧，佢唔明白點解要講。但係當你明白咗之後咧，你就知道咧一國兩制咧嗰個總優勢，因為我哋唔一定要行2442，但我哋第4點嘅4個自信裏面嘅有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嘅文化自信，我哋就應該行且必須行，因為點解咧？我哋話血濃於水。我哋嘅文化嘅政策係點咧？我哋文化推廣點咧？我哋會掌握到習近平主席所講，佢2013年到今日都要講啦，就係中華歷史傳統優秀文化係乜嘢咧？就係文化同埋歷史咧係最穩健嘅一個嘅向心嘅力量。你呢一個係同我哋真係有唔同咁呢一點我哋就一定要認真去推嘅。而國家14、5規劃，我哋今年就收官之年啦。14、5規劃嗰陣時係曾經俾過8大中心俾我哋嘅，大家記唔記得其中有一個中心咧就係中外國際藝術文化交流中心。究竟我哋做得點咧？好唔好咧？有冇把握？點解國家要俾我哋中外國際藝術文化交流中心咧？可以你同佢話俾大家聽呢一個咧，其他省市都唔一定 like 嘅點解俾你香港用中外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咧？咁呢個就係我話陣間我都要講一講要發揮好一個兩隻總體優勢啦。
面用力久久圍攻係點咧？咁我自己咧過去呢兩三年咧，我就提出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面對無論係香港嘅問題，乃至到香港同國家嘅發展嘅關係，乃至到我哋話而家嘅青少年個向心力嘅問題。但我提出咗三不嘅，喺呢三不係咩咧？第一，你不要過於焦急，口號係唔可以代替我嘅。第一個，不要過於焦急。但係咧，不要過於焦急，你跟住就都唔使做啦，係嘛？你不要過於焦急啊嘛，咁就唯有咁啊。因為第二個不嘅就請不要懶惰。嗱，我跟冇因素都唔講嘅，因為你哋係願意辦嘅啫，即係老實講要辦嘅啫嘛，啱唔啱啊？係嘛？又要安排一大輪，又要鋪啲凳，又要等呢樣咁嗰樣，係咪啊？可以辦嘅其實。嗱，你哋辦咧，我就係欣賞，你哋係冇懶惰嘅，係嘛？我早幾日咧，我就去啲年青一紮年青人，我就要好夜我都要飛的過去，好貴㗎，我自己出錢嘅，飛的入去天水圍。但好樂意，因為呢啲嘅題目點解唔俾年輕人知？啱唔啱啊？點解你唔辦啲俾年輕人講解兩會精神係嘛？當然啦，大家咁有人生閲歷就更加一樣需要啦，啱唔啱啊？咁即係話咧，我覺得我哋要掌握到嗰個兩會精神，然後發揮到一國兩制嘅總體優勢，唔係講玩嘅一國兩制。係真真正正好有誠意落實嘅，唔係單單係即係阿習主席嚟到25週年嘅時候話一國兩制係呢個沒有任何理由改變，當然呢個係金句啦，當然係重要。但你褪翻上去，鄧小平佢將嗰個香港嘅地位同內地有啲嘅分別，賦予香港嗰個價值就係、搞個一國兩制出嚟啊嘛，香港嘅地位係嘛？你再褪上去，周恩來更加係咁啦，啱唔啱啊？當陣時大家都好理解啦，文革周恩來發表落唔准落嚟嘅，大家知啦呢個係嘛？啱嘛？你再褪上去，毛澤東主席喺1949年嘅4月嘅時候，當時仲同緊國民黨打緊嘅，啱唔啱啊？但係咧，佢接受莫斯科通訊社嘅訪問嘅時候，佢已經講㗎啦。佢話莫斯科通訊社問佢：喂，香港收翻你哋，因為都睇到大勢都即係共產黨都係會勝出㗎嘛。當你如果真係勝出之後，香港收唔收翻啊？咁就毛澤東即刻同佢講唔會收翻，因為香港好有獨特嘅經貿作用。嗱，咁你再留起翻一國兩制係。我哋話，如果我哋嘅國家政策有一個可持續嘅、可以預測嘅，可以咧有個成全嘅一國兩制行到今日咧，我覺得就好堅定。爭在你講到唔堅定，你講到唔堅定，你係都要話嘅，你係都要搞嘅，係2012年到2019年你搞個咁嘅嘢出嚟嘅，咁你而家你咪失敗咯，你自己做完一大堆人，你話你要離開香港，你咪離開咯，啱唔啱啊？嗱，我覺得咧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嘅機遇同擔當咧就都係同個責任啊。好嗱，兩會參會嘅大記啦，好呢個就係第14屆第3次，今年第3年啦，所以第3次全體大會啊就。我大概有10幾場啦，跟住落嚟有10幾場都要講。咁我自己除咗親身見聞之外咧，我都要再一次消化咧所有嘅呢啲報道啊。就由阿李強等等，我可以同大家講啦，我見即係我親身有幸參與啦，咁佢哋嗰啲美國人裏邊咧我得到嘅一啲咧所謂體會同領悟係啲乜嘢，咁同大家分享。就我有好多 item 嘅，咁如果我有啲地方就講20分鐘嘅，我哋撳一個 item 出嚟分享咯。你哋幾好，你哋咧俾多45分鐘，咪撳多2-3個 item 咯，係嘛？咁就我自己咧係教評議會嘅會長，我特別咧我哋嘅主席咧卓實主席咧就專辦一場專場，就
就俾我一個人去講，咁咪講多幾個 item 咯，咁啊更加全面一啲。所以歡迎大家㗎，如果你哋係再想大家去分享嘅，我哋響3月28號響長沙灣呢個咁樣啊。好嗱嗰個次序係咁嘅，夏寶龍、黃護寧、李強、丁薛祥，就人大委員長趙樂際，兩高即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同埋最高檢察院嘅，佢打上嘅話應該最高檢察院係應用。咁咧就我跟住講一啲嘅我嘅見聞啊，就係從佢哋一啲嘅現場嘅説話嘅報告，加埋佢頭先睇嗰啲嘅一份份嘅文件。其實本來一份份文件咧，其實就真係可以影俾大家，但係又話唔影得嘅啊，所以咧就咁講咯，啱唔啱？不過就因為太長啦，OK。但係佢哋好有料㗎，真係好有料啊！好啦，我自己領悟到咧，嗱，我唔知我頭睇唔睇到，講一講啦。我會覺得兩會精神咧，俾我睇到第一係要民人本嘅，係有係面用力嘅，狗狗為本嘅，係敢於面對問題，並且對準，而且會解決問題嘅。嗱，我第一個睇由夏寶龍見我哋，夏寶龍就唔算係一個嘅兩會嘅，因為佢係港澳辦嘅主任，佢係之前見我哋啫，但因為佢都係國家局嘅領導人，所以都可以歸入。咁跟住咧，黃護寧李強總理趙樂際委員長兩高報告等等，我就總結咗一啲咁多點啦。我每一點講入去咧，我都係有同大家分享。第二個咧，我今日咧會同大家比較講得多啲嘅，究竟點解咁多個嘅國家級別，包括李強、包括黃護寧、包括趙樂際。大家要明白啦，開兩會期間咧，習主席係唔發言嘅，習主席咧就聽嘅啫。但係之前咧就已經發制人嘅，然後佢哋就咁講啦。每一個嘅角色有唔同，人大委員長角色有委員長角色啦，李強總理有李強總理角色啦，黃護寧有黃護寧個角色啦，兩高嘅院長有佢角色。不過大家都共同咧將國家安全咧係擺喺重中之重嘅。所以呢一個，你為咗兩會精神啦，呢個係最我認為當然啦，每一個嘅領悟唔一樣，我認為呢點係好緊要。所以陣間我同大家講，究竟點樣能夠讓到港人，包括香港嘅師生，包括係社會人士，係覺得你即係國家安全咁重要咩？係嘛？因為好多人咧都國家安全咧。只不過係2019年之後先至係重要啦，其實真係錯。其實唔係咁樣睇嘅。我哋要同學校講，我哋同學校以外嘅人講，我哋都覺得應該將呢個問題帶出，唔容易去咩？我都嘗試跟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就跟住有個好處，因為咧就黃代表就開啦，啱啱話。佢咁所以咧答問題嘅時候咧，佢冇份答嘅咁我可能我攞埋嗰啲時間計啦OK 好繼續然後跟住咧同國家安全總之仲咧就第二個咧，大家咧都要提到咧2442，我同啲學生講就佢哋好明踢波即係4442啦，佢哋好明加多個兩會咯，加埋同嘢一齊踢波啱唔啱咁佢哋分幾個人喎，咁咪聽落去喎，啱嘛？咁呢兩個可能係聯埋一齊嘅，因為兩個好直相關。好啦，跟住咧就兩高報告嘅法治嘅通告咧，就並認佛教呢個佛教，好多人咧就將美西方嘅法治嘅歷史同系統咧，同佢做法同我哋一度咁樣要我哋搬入去，其實係兩套系統嚟嘅嘛。兩套系統點解咧？中國嘅我哋咁講，中國法律，然後跟住法律中國，中國法律就我哋自己提咁然後我哋有我哋嘅做法啦。我再強調，並不是講我哋國家法律咧無懈可擊就其實有冇懈可擊咧？其實真係好睇人。你話美西方嘅法律，你話佢即係唔好，又唔係喎。你睇下而家特朗普玩法，佢玩到係嘛？
咁你話嗰啲法律好咩？我唔覺得好喎，啱唔啱啊？你香港打官司，你叫你少啲錢你打啲人點咧？啱唔啱啊？咁呢個咧我翻嚟睇啦，睇翻中國嘅法律，中國法律咧從來都唔係單獨咁樣具體成為一門嘅獨立嘅學科過去啊，我覺得因為點解咧？我哋嘅法律從來都係咧明認佛教嘅。搞嗰個法律最重要嘅目的係乜嘢？係最重要係幫助教化嘅啫。但係你又唔好話佢如果幫助教化，咪就因人而定。你而家任何嘢都因人而定㗎啦。如果你真係要講咗嚟咁，所以我哋嘅法律咧，如果我哋能夠真係做得好，我睇到連續3年嘅兩高報告咧，確實係有一個好飛躍式嘅進步。咁我睇間有冇時間講到啦？我哋嗰個聯行咧，我亦都喺普樂居聯。我哋而家係中國法，如果我哋繼續咁樣一步步咁樣咧，社會係安定，我哋繼續響裏邊咧係更加優化深化，將文化更加能夠普及化。我覺得有朝一日，我哋會係法律中國。嗱，法律中國咧，即係中國嘅法律咧，能夠俾全世界參照，等於我哋而家你咁你就講嘅。平安中國，但而家我哋國家就好平安嘅喎，啱唔啱啊？講到平安咧，我哋一定擺出嚟，全世界大國裏面，我哋真係最平安嘅，啱唔啱啊？平安中國仲有一個咧，我哋講好多啦，我哋話智慧中國係咪啊？但係呢個咧，我哋都要問下，我始終覺得作為一個大國民咧，我哋要認定但係咧，我哋又要不亢不卑，即係呢個好緊要，係咪啊？跟住咧就講人民傳承同埋科研創新，跟住咧就會係講經濟嗰度咁我睇啦，能夠講得幾多法就幾多法，好嘛？都好睇住個中人。好啦，先講第一法先好嘛好，呢個咧就係我哋話呢個大出以民為本，年年用力9高為高，係敢於面對問題，對準問題，點樣解決呢個我就即係太多時間去講啦就好啦，講國家安全講國家，我呢度講呢個因為王滬寧、李強、丁薛祥就趙樂際兩高報告都好鄭重提出，我就鋪咗咧李強總理呢句説話，其實其他都有㗎，不過唔好你唔多㗎，嗰啲唔多㗎。佢話全力打好建軍100年嘅奮鬥目標嘅攻堅戰，深入推進練兵備戰，加快發展新質戰鬥力，建構中國新特色現代軍事理論體系，堅定咁樣擁護國家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同利益。我哋當而家我哋仲有好多考慮因為畢竟咧，我哋國家太大，我哋民族點解嘛？我哋民族唔識幾多50種民族，你好多你要揾一把尺一度埋去咧，唔容易，真係於是乎咧，我哋今日喺度高報告後面都係，佢哋好多咧就係調解嘅，但係你調解對於即係西方都唔係調解，咁西方又唔會覺得你下下調解咁樣，係咪啊？咁同埋咧，中國嘅法律有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學習宋法到明清嘅歷史都有一個好大嘅優點嘅。佢個合議精神咧，即係幾好。合議精神即係幫助弱勢，即係盧賓漢佢都幾咩？不過你唔信佢冇得講嘅咯，啱唔啱啊？係咪咁需要國家安全咧？頭先一位同學講，我真係覺得咧，係多啲同啲我哋嘅啲社會人士講少少歷史咧，佢哋可能比較有用。如果唔係咧，你淨係講2019年2012-19咧，佢哋心多囉亂佢只係覺得你即係意識唔大啫咁樣，其實唔應該淨係講呢度嗱。
我就點咩啦？嗱，今年啊嘛，今年係咩啊？80週年嘅全民抗日戰爭勝利嘅紀念。嗱，我就用呢度係同大家同佢分享點解國家安全係咁多個領導人都係特別講啦。我哋當然今日嘅風起雲湧，我哋當然要理解啦。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喺今日風起雲湧，你最多都係話我哋而家同美國點過嘅啫，所以我哋咪要講國家安全咯。嗱，其實就真係啱嘛，我哋呢度咧，大家我都建議大家，我睇晒呢啲書都先同大家講㗎4集就係一個叫做咧黃炳坤先生嘅，佢由咩咧？佢由昨天的雲開始講怒目少年學江湖到關山絕路，就係講咩咧？佢就係1931年，佢好細個嘅時候，佢就跟佢阿媽咧要逃避喺1931年，大家知咩事啦？係咁樣拔啦，係嘛？跟住就走難。佢冇諗過，如果1931年咧走咗，開始由山東走落嚟啦，翻唔屋企嘅，佢冇諗過。但結果真係翻唔到屋企，就跟住1931到1945，咁1945年咧，咁佢就跟住國共內戰啦，跟住咧佢就要走咗台灣。走咗台灣之後，跟住咧就嗰個當陣時嗰個白色恐怖，佢就轉咗去美國，後嚟又再翻中國，翻中國咧去收集資料。呢4本書係好，我覺得好好睇。嗱，咁好，即係你可以睇到，如果國家唔安全，但結果就係佢裏邊講咗好多嗰個嘅嗱，呢本係紀實，唔係咧佢有晒資料嚟。佢嗱紀實文學同埋純粹文學係紀實文學係要跟入去佢有中間裏邊有響作呢啲文咧，佢有呢段嘅鋪陳，佢咁講，佢話作者話母親嘅心底也許還有更複雜、更隱秘之處吧，咁樣就佢走難嘅時候，好啦，咁跟住咧佢話喺佢裏邊記錄話有人問佢呢個攤咗文話。有人問佢媽媽咧，即係為乜嘢要上基督教？咁個作者就話啦，我清楚聽到媽媽咁講嘅。佢話咧，我不要永生，因為點解啊？因為你諗都諗到啦，1931年一路走難，中國呢個只不過縮影啫。我哋老百姓所受嘅苦難，中國人你邊度有尊嚴？啱唔啱啊？就我覺得80週年抗日戰爭紀念啦，係應該要紀念。喺呢場戰爭就當然唔係就係1945年啦，啱唔啱啊？而係我哋究竟中華民族仲可唔可以喺個地球裏面出現？我哋中國仲可唔可以地球出現？呢14年又好，呢8年又好，太關鍵。我哋究竟係中國人仲有冇中國人嘅3個字咧？究竟我哋係咪抬頭挺胸，還是永遠卑躬屈膝咧？你睇到呢啲書係咪？佢媽媽就唔想再信佛教，因為點解？佛教講咩？佛教講來生啊嘛，係嘛？我基督教好啊，基督教唔好意思，我而家唔係同大家講宗教即係基督教佢就冇來生噶嘛，啱唔啱啊？佛教要講輪迴噶嘛。輪迴餐不斷輪迴，搞到我做人面又大劑，係咪繼續咁咪死得咯？啱唔啱啊？但係啲人睇到嗰個國家唔安全，即係會係點咧？係嘛？咁因此咧，如果我哋嘅即係學生又好，我哋嘅社會人士又好，佢真係理解到呢樣嘢，佢就會理解到咧點解3個咁多個嘅領導惡意好同聲要講。國家安全重中之重另外好多少年裏邊咧有一段説話，就係你即係咧係作者走難啊嘛，咁佢咧逃避日軍，跟住佢跑喺啲江西上到個山嗰度，咁佢就話：我睇下邊嗰度先啦，睇下邊嗰度先，唔好睇上邊。但係佢話作者逃難嘅時候咧，
爬上去山嘅時候，佢記錄。咁佢話咧，爬上一座山，你會覺得好有成就，保住條命嘅，因為明白，即係保住條命。咁其實跟住咧，佢係日本的爬唔上嚟嗰個話，第一其實佢邊個熟定型啦，啱唔啱？都話會爬上嚟嘅。後來跟住佢話，因為佢話咧，山咧係有靈嘅，知道邊個愛佢，咁同埋咧係邊個係嚟踐踏緊佢。咁呢個咧就好有，即係好有好有 feel 嘅。如果你啲學生真係爬呢個話，我哋上面嗰段説話就咩咧？作者喺呢一層裏邊亦都鼓勵佢乜嘢咧？佢話佢引入本伊藤博，大家知道伊藤博係乜嘢咧？大家唔好忘記啦，我哋唔係淨係14年嘅抗日戰爭嘅，我哋日本侵略我哋經過2次好大嘅侵略。第一次1894年嘅甲午戰爭，第二次先就係1931年嘅9月至到1945年嘅14年嘅侵略。而呢個伊藤博其實佢睇開咗日本人侵略，即係重大咗日本人嘅膽嗱。佢當陣時佢哋西化成功啦，佢所謂成功啦，我成日都講日本啦，日本大家都中意佢，錫佢一手啦，唔緊要啊！每年推一次日本嘅政府手，你哋我你哋但係而家我係而家你非常有氣質啊！但係我話俾你聽，你問下啲年青人哇，佢會飛起啊！話俾你聽我想講聽佢冇壞嘅，你翻唔好留你個仔留你個女咁佢係安定係咪話？但係千祈唔好咧！我聽到我街我都唔怕我都鬧㗎，我話聽，即係你千祈唔好俾啲後生仔話我翻鄉下係嘛？我試過一次大真鬧但係即係嗰陣時都黑保就，但係我都做即係聽我講咗，佢話日本人一定係中國嘅中國乜都打嘅咁即係當陣時啦，當年打嗰陣時當陣時伊藤博文咧有句好出名嘅説話，鼓勵侵略，鼓勵國民去侵略人哋中國嘅，因為我哋係中國。佢話民國何須雙子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即係你打到邊度，死到邊度，撞到邊度啦，呢個好有悲壯，好有豪情嘅，你明白嘛？但係佢係鼓勵緊侵咁你睇到咧，即係我哋如果係國家安全，我覺得咧係應該要將兩會嘅咁多年點解成日都強調國家安全咧，係有咁嘅因由。呢個就係當陣時啦，我哋睇到我哋都好記得就黃色紅深紅粉紅淺紅都係日本人係滿洲國啦，我哋嘅光明正氣啦，就等等啦，係包圍晒香港都俾日本人講咗啦，3年咁呢個就當陣時嗰個侵略嘅歷史啦。呢本咧係我最近睇完晒，但係呢本書咧就係一個外國人寫嘅。我哋都有可能係我邀請到嘅地方嚟講，但係呢個咧就係一個朋友同哈佛朋友嘅。嗱佢寫咧就其實咧即叫秘密嘅，就係乜嘢咧？今年係80週年反法西斯嘅一個紀念嘅時間。響美西方都係每年都有，不過話俾大家聽，美西方佢唔會將中國係嗰個唔好話功勞啦，我哋嗰個慘勝咧會攤落去。即甚至乎有啲，當我哋冇參加過第4嘅大戰嘅，但係諗下我哋參加第4嘅大戰第4大戰有2場意義嘛。一場意義咧就係話，其實1937年開始，第二場意義咧就1939年希特拉入侵呢個波蘭咁跟住咧就希特拉就繼續炸英國，咁就英法同佢宣戰，咁先至叫第4大戰係嘛？但係唔好忘記啦，我哋1937年已經咧同日本進行全面嘅抗戰㗎啦。我哋去即係將日本嘅兵力、將日本嘅人拉晒去我哋嘅中國嘅腹地。咁跟住佢
佢到咗咩無兵可用啊！但係我當然我哋付出好多啦，有幾個地點咧，好凄慘嘅。有一個就係即係北京啦、南京啦、重慶，好多人都唔記得重慶。1939年嘅月4號，就我哋一路噴到去重慶，重慶大轟炸足2年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對國家安全嚟講係咪？而到今日啊，就你西方都唔將中國嗰個嘅功勞咧係擺響，即係肯書寫呢本書咧，就引經據典，攞咗好多資料，好厚嘅啊！咁就一個喺個哈佛大學嘅教授寫嘅啊，就我覺得寫得好足夠。佢唔係話講好嗱，我睇啦，或者我見識情況啦，佢冇特別係偏幫某一個人講，我覺得冇啊。我只係覺得佢呢本書咧係能夠我自己個人一路咧都係堅持我一樣嘢。第一，你要擺事實，擺喺對頭。第二咧，你先至好講道理。過去2001到2019，好多人你都冇事實根據，你就講道理，你啲道理係歪嘅。第三咧，你講完道理之後咧，你就可以你講感受，因為大家感情一樣，啱唔啱？你可以講你個感受，但係你必須係事實擺第一位。呢本書咧係事實擺第一位啊！第二咧，佢就開始講呢個。第三咧，佢都講呢本書咧就嗰個文學嗰個嘅造詣都高。第四樣嘢咧，佢仲有好多個資料證據，我叫做咧係critical thinking。嗱，呢個critical thinking我翻譯成咧係邏輯辯證，並不是批判思考。嗱，第四咧，我覺得我哋講兩會，你哋辦兩會啊，其實都係希望向前看嘅嘛。嗱，咁我覺得咧，我哋講國家安全，我會覺得咧係今年特別好講嘅，啊，所以好講啦，好多係佢即係有血有肉嘅故事咧，話俾我哋嘅就香港嘅學生聽，話俾我哋香港嘅老師聽，話俾我哋嘅社會人士聽，啊，而亦都話俾啦好多咧一年起碼去7-8次日本嘅年青人知，但我唔係叫佢講呢個去旅行智慧，但係一定要清楚，請你不要説再説這是你的鄉下，係嘛？啊，我哋鄉下當時係都係嘛？嗱，咁頭先就講咗呢個國家安全啦，就公司做啦咁樣啊。嗱，兩個係連埋一齊，咩叫2442咧？響李強總理嘅報告，響王滬寧嗰個嘅報告，響趙樂際嗰個報告，響兩高嘅報告。咦？你話喂，講法律都要講2442。嗱，其實如果你睇成個國家嘅發展咧，係真係需要。你如果行法律，你冇一個穩定嘅環境，你冇一個咧就即係安和落地嘅社會，你所有法律都係空白。調翻轉頭。你如果係社會係安和落地嘅，你嗰個法律咧坦白講，你一定係會咩咧？只係明刑罰教嘅啫，即係話咧個法律唔係咁重要，而係咧因為大家都幸福啊嘛。你點樣犯法咧？大部分啱唔啱啊？你咪你係喐啲壞人咯，啱唔啱啊？嗱咁就嗱，所以咧兩個抗立咧，因為啲詞可能細啲，咁咧就後面就未必睇到我讀咗嗱，我咗讀啦。兩個真係確立責任平等同治黨中央嘅核心，全黨嘅核心地確立責任平新時代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思想之道地位啊！呢個第一個你要確立嘅，呢兩個確立。咁第二個確立咧，你要有個政治意識，你要有個咧大局意識，你要有個核心意識，有個看齊意識。呢啲我再提，呢啲係內地嘅。啊，香港唔一定要跟，內地都好清楚。但係我仍然唔知，同埋點解人哋咁係咪真係純粹你兩個字就完晒咧咁樣啊？就絕對唔係嘅。
第三方面咧就4個自信，我就覺得香港嘅教育界同香港嘅各方面都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嘅自信，你可能未必明啊。然後跟住咧，理論自信咧，你因為亦都未好多時間去研究。第三個方面咧，制度自信，香港行一國兩制嘅資本主義制度，啱唔啱啊？上面寫係有特色嘅呢個新時代嘅社會特色嘅制度啊，有唔同，啱唔啱？但係你要第四個咧，文化自信啦，我個人啦，我就好欣賞嘅習近平自從2013年上台之後，佢已經好清楚係要講中國歷史傳統優秀嗱。再好多就曾經做過老師做過校長。你同啲年青人，你講經濟，你講係要有好處。我講年青人啊，即係話你係中學啊，乃至大學你畢業啊，佢都唔係幾歪嘅，我覺得。佢最緊要咧，我 like 唔 like 啱嘛？我翻屋企，我覺得屋企我中唔中意翻屋企，係嘛？即係佢中唔中意個社會，乃至於中唔中意呢個國家。佢嘅佢 culture， 佢嘅文化，嚟延伸到佢哋所謂嘅係呢啲嘅。我自己就係你有好多人你嘅文明情感，你個國家觀念，我嘅好多傳統文化，你點得翻嚟？我話唔係咁複雜，冇人使用啊！但最主要就係我讀書嘅時候，我有個中史科老師。我好感恩啦，即係有呢啲老師啦，即係我遇到嘅中史科老師咧，個個都好鬼好嘅，就其中有一個中史老師個名咧，一聽佢名，你就自然係對國家自然即係肅然起敬。佢個名叫姓畢嘅，畢業個畢，下邊嗰兩個字咧叫做協和，加埋做咩啊？畢協和，佢咩時候出世？抗日戰爭嘅時候，佢係山東人咁佢教我中史，我大學都係考中史，都唔使揸住本書嘅，啱嘛？咁佢就成日都講古仔，但係講古仔唔係亂咁吹嗰隻喎，啱嘛？你亂咁吹，嗰陣時都懂得查書㗎啦，唔係懂得查書㗎。而家你更加冇得吹啦，啱嘛？一就你出晒嚟啦，啱嘛？嗱咁我就覺得咧，就呢個其中我個老師第二。唐詩宋詞元曲，你如果連唐宋元明清都搞鬼亂晒，你點知道唐詩宋詞元曲嗰個正常啊？哪吒佢而家覺得橫空出世嘅，即係咪橫空出世咧？神早已經有啦，啱唔啱啊？哪吒係咩啊？係《封神榜》嘅一個角色啊！我細個嘅時候就咩嘛，我自己都成日都發覺，但我發得幾好嘅就點樣咧？個哪吒就騎住個風火輪，同埋悟空邊個好打咧？我成日都研究下究竟哪吒好打定孫悟空好打我好中意哪吒嘅，踩住個風火輪，我夜晚發夢，我自己嚟踩住風火輪嘅，係嘛？咁嗱，但唔係呢個係神話，你話又得，你話我哋嘅傳統經典嘅文化都得，同今日傳承與創新，我哋咪傳承咗呢啲咯，然後再加入嗱，你叫而家嗰啲嘅哪吒嘅導演。橫空我諗到哪吒故事，對唔住，我唔相信，啱嘛？但係佢就可以哪吒睇完啦，佢就即係加料啦，係咪？加到而家話全世界同我哋，大家睇過哪吒未啊？係有。嗱，一定要睇，睇得係老少咸，並且裏面太多人生道理就你點解呢啲外國咁好笑啫？啱嘛？佢仲有啲加強版嘅，加強版就啦嘛，就。要削不還母嘛，削不還父嘛，哇即係幾孝順啊，啱唔啱啊？幾有豪情啊，啱唔啱啊？你哋講一時有講呢個填花自尊文化自尊嗰啲，我哋真係幾多呢啲嘅講孝順嗱，大家一定練過，在座一定識，我相信個個都識。你講孝順，你背一首詩俾啲我嚟嗰度，我就背一首詩俾就細個佢俾佢聽嘅，咁並且逼佢背嘅就咩邊首詩啊？係啦，燕詩嘛，啱唔啱啊？梁上有雙燕，邊邊係古詩。你真係好熟嘅，你會對爸爸媽媽唔好咩？
你都驚啊，驚中之一日冇人理你噶嘛，啱唔啱啊？咁我點解話咧？佢係驚啊，佢冇人理咯。咁你計啦，啱唔啱啊？咁我覺得咧就文化自信有好多嘢。咁我覺得咧就嗱唔好忘記啦，呢啲嘅2442咧，喺香港人咧可能係未必係完全接受。你問我係咪要完全接受啦？我都裏面有啲嘅係保留嗰個嘅我個人啊，嗰種我個人嗰個角度睇咧，就唔一定都全部，亦都其實北京政府都唔叫住官全面，否則個毛澤東唔會提出香港唔收翻，否則嘅話到習近平嘅都到20即係嗰日我喺現場，我係選委會嘅委員，我喺現場聽佢講咧，即係佢好清楚。一國兩制會有任何嘅改變。講緊台下嘅一開始咧，係即係佢哋即係恰你好耐我哋都咩？我哋真係都繼續堅持係一國兩制，沒有任何嘅改變。咁呢啲咧，咁你人哋即係話俾一國兩制俾你係咁多個大事。要跟住你嘅2442，你就。即係你唔單止唔了解，你又唔去了解，你就一路只係用兩個字去專制兩個字去講文工作。我覺得咧最緊要即係我哋講兩種精神，我哋講1、2、3、4、5、7、8、9、10，我哋要即係都要，起碼我哋兩大先，我覺得初步嘅知識。但係因為咧我自己睇咧兩點，呢一個2442咧。係有成個嘅咩嘢咧？歷史嘅存在，同埋一個發展嘅。但我哋唔係試過，咧美西方嗰套嘅嗰個主方式，我哋真係試過。你睇下民國初年，你諗下亂到幾交關你去，因為我哋真係試過，係通啊嘛，啱唔啱？我哋個國情，我哋嘅多元族。我哋嘅文化等等史源係嘛？咁所以咧呢個係究竟再過10年之後，咁又呢個2442有冇變啦？再過5年我唔知，但係而家2442咧有佢嘅歷史嗰個嘅存在嘅意義同埋佢發展嘅邊，我會覺得第二咧就今日啊嘛。我哋講歷史都係一樣嘅，我哋講歷史都係。過去與現在永遠冇 ending 嘅，而永無休止嘅對話咧，對未來咧係產生咧一個嘅啟發，係咁嘅啫，啱唔啱？咁所以要睇翻國家安全點解重中之重？點解我哋即係個個都國家領導都要講2442，唔係單係屬名唔係單咧2個字就可以概括世界。一切嘅商量，一切嘅係好清楚咁樣不斷變直嘅過程。咁樣咁就今日更加添啦，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複雜嚴峻嘅形勢。所以咧我覺得就如果要解釋國家安全，解釋2442咧，我頭先已同黃冰芬大概傾到咩？2442好難講喎，點講啊？我試下講啦。我唔知大家起碼咁樣講，大家覺得即係國家安全同埋重中之重需要咧，係咪2442有佢個歷史存在個發展個必然咧？我唔知，俾大家可以我睇嗰個時間咧，我咧就係夠鐘㗎啦。咁咧就第二個仲有啲發展個法律咧，咁我諗就留翻下一次好嘛？因為呢個有一個大嘅 item 咁呢個 item 就我就如果我自己單獨去唱起嘅啦，好嘛？咁今日講到呢先啦，咁大家冇咩問題。多謝晒何健主席咧，幫我哋講咗咁精彩嘅一個講座，剩翻時間我哋唔好放佢走啊！有個答問時間，整上座
我企得㗎啦，睇下即係大家有冇咩剛才你話咧28號咧，你係教育㗎，唔係教育平啲喎，係教育平啲喎。我俾個好嘅啊，俾個我哋前邊將嗰個會嗰個地址同時間。唔係你要收到嗰個，我知你教育聯議會喺深水埗，因為深水埗嘅協和小學，地站一出就係㗎啦，嗰間小學。咁如果我哋需要報名㗎？你話幾多啦？俾個數字啦。係你俾個唔係入去要登記㗎嘛？你譬如個名，佢話俾你聽，你幫佢上去登記唔得咯。咁秘書長遲啲你喺個發布群組度公告群組我發出嚟。如果你有翻幾個咧，我試下唔講國家安全啦，我即刻講法律。咁你唔使㗎。